先來做客慢娛樂了，今日來找了位係一位新朋友吼，伊係我哋台灣本土夢想谷一個品牌嘅創辦人王萬儀，歡迎萬儀。大家好，我係王萬儀。係今日幾難得有請到吼，因為所做嘅一個樂器啊，可能對幾多人來講不是很熟悉，故所都好利用一個機會了解一個樂器，沒了解人嘅故事，吼，我哋馬上入場。俺哋咧處理本俺哋提供，反而帶來對一個重要的物品，同咱生係嘛嘅，當然哈，如係一個，俺哋咧處理拿來啊，就是背面，對，錯冇哈，啊一個正面不太好看一下，按太一張，一個獎哦，所以這個就是你的品牌，對 ，Mr. One，唔同俺哋小家呀，因為都好愛跳個舞啊，這個嘎風哈，就是很重要的樂器，嘿，不過對一般人來講，可能這個有點陌生，同俺哋介紹一下嘎風係嘛嘅。這個木箱鼓呢，它主要就是可以，我們的設想就是，因為我以前打爵士鼓，所以就覺得爵士鼓很麻煩，要帶很多東西出來，發現一個箱子竟然可以發出這麼多聲音，然後就覺得。哇，這個冷門的樂器一定要把它發揚光大。哦，你喺哪個時間發現到這個木箱鼓？我以前就在教爵士鼓的時候，就發現，網絡上看到有個老外，他就手指頭發出很多聲音，想說哇，為什麼只有這麼簡單的一個箱子可以打出這麼多聲音？然後就覺得它可以產生那種獨特的共鳴聲，然後會讓人家覺得。內心的聲音會被外面聽到的感覺。哦，同頭擺打爵士鼓冇咁樣。對，爵士鼓就是透過鼓棒，好像就會有一個距離感。啊，也個係自家用數。自家用數。所以就感覺會冇咁樣。對，對。好，故說發現到，可是一般人發現如何去學如何為啊。是。可是你竟然自己創一個品牌。對，因為我就發現以前的比較。早期的木箱鼓它是不能調聲音的，就是像我們的鼓是有專利，是可以調整聲音。調聲音？對，也可以調聲音。可以調聲音，它可以有非洲鼓的聲音跟爵士鼓的聲音。哈？你講壓造就可以？對，這個就可以。怎麼調？對哪？它裡面有一個旋鈕。哦。然後手伸進去，有看到嗎？有哎。我往左邊轉鬆，它就可以變非洲鼓的聲音；轉緊就可以爵士鼓。那麼神奇哦！鼓手也係你的專利，對，能開發出來的。對，如果我們現在因為讓它訪談不能放地上嘛，是。如果你放腿上是可以做出哦，剛很做寬啊，做不哪塊？現在這個是哦，爵士鼓的聲音。哦，手伸進去調一下，它可以變非洲鼓。這邊爵士鼓。很神奇，對，好，俺來吧，俺來，好，哦，你一創的時候就有這個 idea 嗎？其實算是中創完之後，開始常常表演嘛，常常表演就發現這一顆鼓不能滿足所有歌曲，然後就發現，我好像要帶很多顆鼓出去表演的時候，比如說幫歌手做一個專場好了，他可能14首歌曲。不可能每一首歌都是這個聲音，曲風會太一致。就發現好，我既然要帶那麼多鼓，那我乾脆研發一顆是不用帶這麼多鼓，裡面調聲音就可以改變音色。哦，鼓手以咪係專利，鼓手我不能問你太詳細，是怎麼做到的，對不對？也可以。對。剛剛一個調整會調嗎？就是那個響線呢，貼緊一點跟貼鬆一點，然後裡面做個彈簧。放鬆它就會彈出來，轉緊它就可以貼着鼓面，它就會有響線的聲音。他以前冇人安尼做，冇人安尼做。哦，鼓手你的鼓會安尼做路邊啊，幾好賣咯，很好賣。有沒有很好賣？我覺得沒有特別好賣，主要是後來找很多藝人朋友幫忙支持，才開始好賣。我覺得還是知名度很重要。哦，對，你喺1多年前創立一個品牌，今年剛好是我10週年。
我19歲創業，今年29。你19歲就創業？19歲。哎，19歲。嘿啊，你會19歲入地講愛去家來創一個業變哦。我大學的時候有創一個那個木香鼓社。對，然後就是第一個全台灣第一個木香鼓社團，就是純木香鼓，不是吉他社附設木香鼓。哦。純木香鼓社，我們就有485個人參加。哈？對。像一個太好地位。對，在一個大學裡面。400多個人。400多個人，而且這麼冷門的樂器。嘿啊，剛很用來做的哦。因為我都找很多帥哥美女加入社團。哦。比通常最多入吉他社，你們應該比吉他社多。就是通常會被吉他給稀釋掉，就想說哦，吉他社就會打這個箱子這樣。哦。然後我又不喜歡人家覺得說它是一個很角落的聲音。嗯。一開始大家設定就會很像烏克麗麗啊，比較不被需要嘛。所以我們就設了一個名字叫全場焦點木香鼓社，把它變成焦點。那太後沒入18歲，19歲。然後大一是19歲，18、19差不多。18、19。古說創立一個木香鼓社，冇19唔如創業的哦。對。按有想法不？對，就是誤打誤撞。以前如何提供去個會創業哈？因為一般人唔咩按呢想法嘛。我夠重的時間，高中的時候我就很想要做木香鼓品牌。不是木香鼓，很想做衣服的品牌。對，高中的時候，就差不多16歲，就很想做生意。然後就發現，哇，直接做衣服不可能，因為衣服太多品牌，然後太難打入衣服的市場，是一個紅海。然後就想說好放棄。後來既然有一個木香鼓可以讓我當做一個媒介，就從木香鼓開始，然後到現在還是做了自己的衣服品牌。貴少談到有人後生的時間，我想去做生意的呢。是嗎？係啊，一般人怕貴少，因為大部分無論對藝術嘛，因為做音樂家、藝術家，我業樣，無論做欣賞一種。貴少談到有人，如果我要來做生意，我周遭是很少哎。對，可能我比較特別。剛他係想去賺錢。還可以想要做品牌，我想要做那種不一樣的事情。像我國小就想選總統，小時候就想對，然後長大就會想要做不一樣的事情。剛19歲入創業，你嘅資金來了？投資股票，19歲的時候，然後有賺到一小桶金，然後就開始創業。唐公你嘅價風啊，係比平年來夠貴。對，我們的鼓比較貴，是因為我們的材質，像一般市面上很多都是合板，再貼一個很漂亮的木皮在表面。那個鼓的話，打起來聲音就會有好有壞，所以它每一顆可能聲音會不一樣。你都會身體壓一個那列都搶走100張，100個沒有就沒有了。沒有了，對。所以像我們現在是每年都會有一個系列，比如龍年啊，蛇年啊，明年就是馬年。我說一般呢沒有一個系列都有100張。對，安尼。剛主要賣到哪裡？主要市場都是在台灣，但是一開始有小成功，是因為有外銷到國外。對，然後有出貨櫃出去這樣。所以就有打入一點點國際市場，小的。給用你做到的呢？怎麼打進去？因為我們以前有做一個官方網站，然後就把它做得非常有質感，然後就有日本的客戶看到我們的網站，就覺得哇，這個鼓怎麼跟市面上不一樣，這麼有質感，很少有木香鼓品牌有做網站，然後又做得非常的有質感，然後他們就決定要訂購一個量，然後跟他們的當地的樂器配合，然後就到日本去。剛你給書會壓到，一開始上公創業，俺哋提給上多多錢嘛，吼，剛投資股票，吼有錢嘞，有第一桶金。唔過生下來做嘛嘅，唔用嚟抵喏。如我要創業，我要做地位嘛嘅，
你看用來低壓的 know how 的呢。像我觉得年輕的時候是走一步算一步，走到這想到那，可是現在稍微有點長大了哈，然後人也長大了，就不能走一步算一步，所以像現在就要規劃明年的事情，就是會提早規劃我們這個年度要做什麼，下個年度要做什麼。我覺得這樣才會有一個延續性。像以前都是說真的是傻人有傻福，就是運氣好，對，剛剛好都做對。那當然也有失敗的啦，對，像我們一開始做鼓也沒有這麼順利耶。以前在剛開始研發這個可調式的時候，有賣了第一批是16個還是17個，真的有人訂購，然後裡面的螺絲就噴出來，對，就噴出來，然後其中一顆，然後我們就想說哇，怎麼辦？然後就沒辦法，就16個、17個全部寄回來，換新的給他。對，就其實還是有很多辛酸的過去。一個一隻嘎風的價錢差不多會多啊？大概是多少錢？我們現在差不多是8000到15000。哇，也是一個不便宜的樂器呢。對對對，但市面上有3000到5000的。如果跟樂器如何呢？我小的沒有小的。對。你要便宜小提琴也有。沒錯。貴貴的100萬元的沒有。沒錯。不過五個如何？五個價是差不多這樣的，因為對，就是因為我們是做品牌。那一般樂器的製造商，他可能是做量。可能咧 CQ 啦，吼，假使你初學，可能會買個便宜呢。對。你想要達到個專業，如果想要東西個好一些安尼。對。好，俺哋小可了解一個玩意去做一個夾風吼，如果木箱鼓一個事情，俺哋了解下個技術來提打做鼓，也還有帶來嘛個匹配的物品，可以同俺哋分享一個故事。就是你叫我每天表演，我也沒辦法。但是如果每天表演看到不一樣的人，我就有辦法。如果每天表演給同一個人看，一定不喜歡。對。但是教學，你每天來的學生，你可以跟他聊天，你可以跟他產生新的火花。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找到一條一輩子的路的感覺。現在做客萬人來了，今日來做了的是我們台灣本土木箱鼓品牌的創辦人王萬儀。多萬儀有講到以19歲入創業，真的是很厲害啊！前那輪呢，去個投資股票做出來一起個，剛剛你做出來的個風啊，是你自己理想的狀態了嗎？我覺得還有一個落差，就還沒有到我的理想。那個理想是用打出來的聲，對，聲音。像我覺得市面上好聽的鼓，它的要麼是小鼓很好聽，就你知道它有大鼓小鼓的聲音嘛，低音跟高音，要麼就是大鼓很好聽，然後我想要小鼓很亮，然後大鼓很乾淨。但是現在我們的鼓就是大鼓很乾淨，小鼓就會沒有那麼脆跟亮。我想要大鼓又厚，然後小鼓又脆又亮，但是這很難做到，以物理上來說。對，而且你是集中在同一個木箱上，沒錯，所以市面上比較多脆的鼓，那我的鼓就比較像剛剛大概聽得出來，它會比較渾厚，然後但是它小鼓就會沒有那麼像市面上的啪這樣，但是我的大鼓就是超越所有的大鼓，就我覺得大鼓我很滿意，但是小鼓那個聲音可能離我想象中的聲音還有一點距離。因為你迄幾個書的個想法的話，你可以做到一個厚實的聲。不過你小鼓的意思，如果迄個木箱的彈弓嘛，比較上面的，然後中間是又會很清脆，如果難就很難，對，因為其實真的很難。就我一直跟工廠的老闆，因為我是 OEM 嘛，我設計，那工廠幫我代工，然後去討論說，其實市面上就是最大的差異就是，要麼有些人把小鼓做得很好聽，就是拉吉他響線，拉2條吉他弦，所以它大鼓也會碰碰碰，小鼓也會啪啪啪。但我們就是咚，嚓，但是我沒有咚，啪，我要咚啪。你會跟落差夠大一些。對。所以就還會研發，一直在研發，就是一直要調整研發，然後改變裡面的設計，要一直嘗試。
哦，古總，你當年呢，這些那列這些系列，除了它的外表沒有用，它的聲音內構造也差很多。哦，好，古總喜歡的人，他可能就好幾個系列都要買啊。對，對對，我們也是這樣設定。哦，對，就你喜歡我的品牌的人，因為像說真的，木香果很難做的，我們發現到很難長久的原因就是。一個人就是一個，你買一個，你就是用一輩子，所以一定要做品牌，你就會想要收集嘛，就收集，每個系列你要有一個，對。那像我們的鼓，主要是它那個設計的感覺，跟市面上的差異，就是我覺得它的聲音是需要被了解。一般人來就會想說，這個桌子也可以打節奏。那為什麼要買這個箱子？所以就是把它的功能性拉得很多，它又可以當家具、當椅子，它又可以調聲音，它又可以打出鼓的聲音，就要創造它的獨特性。你說你一開始打爵士鼓，對，你說你19歲就創業，那你爵士鼓會哪個時間開始打呀？高中、國中、國三開始。剛會去接觸，係哪個原因？你是從小喜歡音樂還是？我從小就喜歡那種節奏感很強的東西。對。嗰時候貴總如果是接觸了爵士鼓。接觸了爵士鼓。對。那打鼓會給你什麼感覺？打鼓的感覺。給我的感覺啊，我覺得打鼓給我一種，有時候我不想說話的時候，可以透過鼓來發出我想象中的聲音。然後比如說我想要講一個情緒。就可以透過鼓來表現，比如說喜怒哀樂，我們都可以用鼓呈現。喜可能打得跳躍一點，怒可能打重點，哀可能輕一點，樂可能再跳一點，它就有喜怒哀樂的感覺。有沒有感受到？對。古總，你們很喜歡表演呢？喜歡表演，就喜歡那種。被人家看的感覺喜歡那種被關注的感覺。沒喜歡上台，喜歡上台表演。對，沒有搞錯嗎？因為你那邊有一堆教學，對，你的手冊。沒錯，就是我的教學有出一本新的書。哪個時間開始搞？什麼時候開始教學的？像我一開始創立這個品牌的時候啊，然後其實是只有做木香鼓，沒有做教學的。然後後來直到一直在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局開了店，開了第一間木香鼓專賣店的時候，才發現，不對，沒有教，沒有學生，怎麼會有人買？才想說不行，我一定要來做教學，所以是17年開始做教學。對，現在2025了。差不多半年。對，差不多8、9年。你喜歡教嗎？你好高嗎？我喜歡我很喜歡，因為我覺得。其實每一個工作都是很乏味，對吧？是嗎？主持人，我的工作還蠻有趣的。就通常不一定有辛苦對，就是比如說我如果要一直做同一件事，我覺得很乏味就是你叫我每天表演，我也沒辦法。但是如果每天表演看到不一樣的人，我就有辦法。如果每天表演給同一個人看，一定不喜歡。對，但是教學你每天來的學生。你可以跟他聊天，你可以跟他產生新的火花。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找到一條一輩子的路的感覺。多了教學這一塊之後，好長的年齡層還有呢？哇，我們從3歲到92歲都有學生呢。92歲？對，92歲。剛剛你搞的方式會差別很大嗎？3歲就是教懂大懂大，92歲就是教懂大懂，就是這最老跟最年輕都是教最簡單的，中年跟青少年就會比較難。所以最怕遇到那種高中生，你知道嗎？高中生、大學生，他們都學那種日系的那種動漫歌，哇，好快那種200、230的速度的。我們就比較吃力的。搞會直接。
對，因為通常你初學欣賞，如果每次都要打一遍，對不對？哦，就會很累。比如說他點一首很難的歌，我自己都要先練過才可以教。鼓手通常是你在搞的方式咩樣呢？因為應該先前有好一個樂器，乜改樂器？給幫東用。以黑一種就是 Tango 用的小的手工琴嘛，對。那很難呢。給欣賞如何講，因為過難，鼓手以為講去套一個想要好的曲嘅。對，然後把它編一個簡單一點，這樣你會有動力去學。是，他就說不要我來挑，你來挑。所以你們也是這樣。我們也是這樣，就是我們會先給他基本功，然後學生就選說他喜歡的歌，比如說像最近最流行的就是《大展宏圖》，對不對？然後就要學這首，我們就要先編一個他會覺得帥的鼓譜。如果有難度，不過又摸也好唔到。對。鼓手如果我們家是日本動漫這種很忙的，哇，那真的是會，就是學費都一樣，其實很不公平的。超哥，你應該要針對某曲用的難度來收費。沒錯，像這個就很燒腦，可能要花3個小時寫這個。除了一個你的專業以外，做紅還有個奇妙的東西，跟你反差超級大。對，而且亞個其實黑番以吊啊提一個卡棒的紅的是平常真的吊在包包上。我真的吊在我的包包上。跟你形象差別很大。為什麼？你都會亞個黑更加過死行的，亞個太太如何也木子，對，流眼淚的哭啊哈。對中馬這個對你很重要。就其實我是一個很硬的人嘛，看得出，聊天起來看得出來。對，所以其實我內心也有住着一個少女，你知道。少女嗎？少女，甚至不是少男，是少女。對，是少女，就是那種想哭的心情，時常還是會有，但是又哭不出來，就這2隻哭啊，就是代替我哭這樣。看到他就覺得很療癒，因為他就是在哭嘛，他的眼淚。人家說眼淚是珍珠，就男兒有淚不輕彈嘛，所以就看到他就覺得 OK， 他替我哭了，我就可以釋放，所以他待在我身邊，我其實。每次都很幸運，還有夠幸運哦。就他不在的時候，我可能就會覺得做很多事情就會沒那麼順利。又像加上我今年又29歲，你知道，一個9的關頭。對，客家人是不是都會逢9就會覺得有點不順利？我沒有呢。女生每一年都不太順利。應該沒按的耶，感覺。對，鼓手因為帶女亞個按頭都按你講，你都會很感性的你，很感性。從小，對，我是一個感性大於理性的人，所以這個也很不適合做生意。很多時候其實要理性才可以做生意，但是我比較注重感覺。每一面呢，音樂對你就很重要哈。對。它也是你的抒發管道。沒錯，就其實有時候決定事情的時候，其實很靠感覺，這個非常不好。鼓手，你除了有感紅可以抒發你的情緒，光看到這個就很有效果了。因為你講像看到亞給你都有療癒效果，這個對我很理性的人就會覺得，真的嗎？你是很理性的人。對啊，鼓手感覺不講亞給都有好蠻有趣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心情非常非常不好，然後你做任何決定還是一樣嘛，跟你心情很好的時候，差偏沒真的啊。鼓手我比較不需要。是啊，所以你今天心情不好，在路上也不會按喇叭。唔會。我可能翻個白眼就好了，這樣。那心情好的時候呢？也是會翻個白眼。我也起伏唔會按胎。哇。你講歸感性的你，如果可是按呢，開始變萬一在訪問我，歸基本會很難想象。好，剛剛呢聊一下，等下呢萬一都在大家去到一個基地，本大家看下是一個點上東用的。好，先試下茶。因為我比較喜歡拉丁曲風的歌曲，所以我都會打一些大壯的歌曲，因為我不喜歡把我喜歡的事情，因為不好的事情而不喜歡。是不是很多人都會喜歡說，紓壓的時候打自己喜歡的東西？我們不是，我們要打那種我們不喜歡的東西。
德拉維呢，新華屋哈，我們平常假日就會有一些市集啊，小農市集。試吃一下水蜜桃，很甜呢。它的肉質比較細膩，對不對？很細膩哎。假日非常歡迎帶成員來搞凍河糕。這棵發財樹呢，其實有個小故事，就是開幕的時候，好像是我們的那時候的副校長送給我們一棵發財樹，然後呢，我們就把它種植在這個地方。然後開到差不多第5年，我們這邊開8年了。開到第5年的時候，這樹長太高，然後我們就把它鋸掉，想說就不要讓它再長。鋸到底哦，這是鋸下來的痕跡，就想說不要讓它活，然後在那個表面還上了一個油漆。結果幾年後它又長這麼大棵，所以代表着我們的店會生生不息。平常呢，我打鼓之餘呢，要怎麼樣療癒埃及干呢？就是我會做這個漆扇，它非常酷哦。就是我可以依照今天的心情來選擇顏色，然後呢，我就讓這個原本是平白非常白的扇子變成漂亮的扇子。有没有非常療癒吧？專注的做一件事情，我覺得非常不容易。所以呢，平常會喜歡做這種療癒的事情，就會突然間覺得哇，這個世界好安靜。邊指指，邊指指，西指。而且我覺得像我自己有一個名言啊，就是我覺得簡單的事情重複做。複雜的事情簡單做，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習慣把這個複雜的事情變得更複雜，簡單的事情變得更複雜。那很多時候就會覺得，忘記真正的練習方式是什麼？其實真正的練習方式是用最簡單的方式、最日常的生活方式去學習，你就可以變成這個行業的專家。木香鼓呢，就算是我的一生志業。那歡迎大家呢，有空有時間，想要療癒你的心的時候，歡迎來打木香鼓。現在做客慢人來了，頭灣一帶大家去到一個基地哈，一個工作室，喺新亞屋。新亞。當初儂會投幾片哦，儂會選在那邊開你的店？因為我本身係客家人嘛，客家人，所以本來想要在華山，台北的華山開，後來想說我係信州嘅客家人，我們應該要在新竹做一個起點，就是一個起給厝的概念，然後就選擇，我又是客家人，客家人，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就很適合我的定位，所以一開始就想說，在一個這麼特別的園區。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剛一開始你都給片，然後又是那麼特別的東西。有沒有人夫區內鄉親啊，覺得很好奇你在這邊幹嘛？有，其實一開始動員來看鬧熱，看熱鬧，因為我們開幕的時候還有請那個吊車來放鞭炮。對，拉得很高的。然後也有縣長來剪彩。對，然後就發現動煙地200個東西，我說怎麼一個箱子可以發出這麼多聲音？就覺得非常的特別，然後就才問說，又走得好，2隻樂器嗎？
然後我們那時候沒有嘛，只有在賣這個。他說：“哎，好，有，我們在規劃，就開始有教學。”好，咁樣會有在地的鄉親，去個學，也有在地鄉親去。一開始都是在地的鄉親，一開始都是竹北地區附近的家長啊，親子同樂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樂器。好，我能看這些樣片裡邊，一開始你有介紹那個發財樹。對，嘿。你一開始有想要放棄嗎？開始不久。一開始，就是他剛應該那種硬強的進行哦，還是會有那種非常無助的時候。但其實說真的，有時候想一想，最差就是現在這樣。就好像沒什麼值得放棄的點，因為放棄的後路好像也沒有什麼。無路可走了，就最差就是這樣，那就是一直堅持到底。那創業時間新難的部分，係乜嘅最大的挑戰？係乜嘅時期？資金的運轉，那種周轉的時候，其實壓力蠻大的。有時候一批貨下定之後，一筆錢就會出去，那我就是有一堆貨的一個人，那就會變得壓力動態。因為一開始賣不可能這麼順嘛，你等於說你身上的沒有現金，你只有一堆股在你身上。剛你剛他創業，韓國很多困難的時間，你有跟家裡說嗎？沒有，我是射手座，就是那種非常沒表現我的，就只會講好的啦。我就會說我很好，最近又怎麼樣，又有什麼新的事情，就不會講所有那種不好的事情。哇，剛後面過太艱苦的時間，你都打鼓，就打鼓嘛。對，然後或者是音樂放很大聲打鼓這樣。那你都打什麼樣的歌？就很悲傷的歌？因為我比較喜歡拉丁曲風的歌曲，所以我都會打一些大壯的歌曲。因為我不喜歡把我的喜歡的事情，因為不好的事情而不喜歡。是不是很多人都會喜歡說？紓壓的時候打自己喜歡的東西，我們不是，我們要打那種我們不喜歡的東西，你才不會喜歡的東西被這個影響。剛你以前有想過嗎？因為你頭多人講，你喜歡打鼓，打一個樂風。不過我變做一項投入的時間，它變成一個工作。對，就是會有個掙扎，對不對？就是、其實我覺得變成工作其實壓力蠻大的，就發現哇，幾個魔動喜歡這個東西，因為當喜歡的事情變壓力的時候，那個東西就會變質，所以現在一直在找這個平衡點。平衡很得緊，還在找。已經慢慢的有平衡了，但是還是有點略高，沒有很平衡。對。因為以變多條路就不是單純的樂趣耶。對，像我以前打鼓，可能身體的律動啊，會很享受。現在就會有沉重的感覺。還有表演的時間。表演的時間。就算表演沒辦法放掉那些壓力，就反而現在會打得比較穩重，以前打得很奔放，大概是這樣子。以前有可能會有一些突如其來的過門啊，那種意想不到的，現在就會比較保守。這個保守，你剛剛說來自什麼？來自成熟的穩定吧。長大了以後，對，可能都沒安呢，就不會那麼隨性。可能歌手會比較喜歡現在的古典。可能以前我會比較。太多 surprise， 對。有個考生對於對好音樂的一個樂手來講，對，就係會平衡的事情。沒錯。剛有朋友發現你的打鼓的差異嗎？還係唱起架發現？當然發現，我打鼓的時間，我彈刀的時間會，有時候你如果。可能你是理性的人哈，比較不會像感性的人，聽到我打鼓會掉眼淚真的，就很多觀眾其實，我只要上台表演的時候，都會有觀眾掉眼淚真的，就可能打到他的心坎裡。
哦，該夠有成就感哦。對，就會覺得哇，好像是個生命鼓手的感覺。鼓手給的有小小的片刻，就會維持你剛剛可以繼續表演。沒錯，就是有時候這些點點滴滴加起來，就是你不放棄的一個動力。因為考試都有人不能感通到，他們是事後團工，還是表演加他都有看到。就說你怎麼可以打出一些我很久沒聽到的聲音？這樣。哦。就是有時候打出那種感動的聲音是一個瞬間。哦，你那顆小鼓真的是感動到我，這樣。言語就很常聽到。我剛剛你在堂中咩去轉音呢，可以聽到很細微的東西啊呢。哦。好，咁等下到最尾一趟呢，我哋都愛來講下說，對翻譯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我哋會好奇係乜嘅好。先試下嘗嘅，等下講下來說，你帶來嘅東西。好。客家味，打鼓做的凍飯旋貓。哦。打鼓可以當飯吃嘛？這樣就沒有都不支持。先來做客，慢熱來了，今日來材料嘅係有自家嘅木箱鼓，一個家鄉品牌，還個有表演同教學嘅黃翻譯哦。啊，一個街攤呢，我哋都會來說，對於翻譯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哦，馬上都請我哋來處理，蒙本我哋看他生係乜嘅。哦。好，看起來個好食，但這個也是嗎？第一次有兩樣哎。哦。一個都係空牛嘛。好，鹹脆滾空牛，這是無糖綠茶。哈，無糖綠茶也是你點的？對。好，要不要講一下個來歷哦？為什麼要點無糖綠茶？就是我覺得像變胖開始就喜歡喝一些無糖的東西。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已吧？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無糖綠茶可以沖淡你嘴巴裡面的那個梅乾菜的味道。所以要先洗一下嘴巴。然後再來吃，我不相信只有這個原因。再來吃這個。好，你說看看。你吃這梅乾扣肉是先吃梅乾菜還是先吃肉？好像會一起耶，我聽下。會一起啊？你有不鬧？沒有，我也會一起。我也來試試。你有一個很特別的 tempo。怎麼說？搞笑 tempo。其實還不錯哈。好吃哎。這是誰做的？買耶！你越南的沒辦法。我小時候最喜歡吃我外婆做的這個。哦，你會夾婆粥哎？對，夾婆，夾婆，你會講夾婆哎？都好一個思雅喎。剛晚是鐵奶，你係鐵奶台嘅，在哪長大？沒有，我在爺爺奶奶家長大。剛鐵奶。所以我到現在還是會吃我外婆做的這個梅乾扣肉。哦。古說爺爺奶奶屯家婆，都喺睇新竹，都在新竹。叫薑林。哦，家婆喺薑林。但你偷窺下個無糖綠茶，不會真的只是要去油膩嘅原因啦。對，為什麼我喜歡喝無糖綠茶？就是因為我家裡以前是做茶葉。嘿，對阿公嘅胎。沒，愛爸爸。爸爸。他也是，他原本在園區上班，然後後來就想說回鄉下陪。因為爺爺過世嘛，就回去陪奶奶生活，然後我們就一起搬回去。結果他就突然間看到這個茶葉的商機，也不知道，可能就是他想做吧，然後他就開始研究怎麼做茶。嘿哦，對，然後等於係中年轉業當來做茶。對，算是哦。哦，他做一多年。哇，幾年？應記得嘞，但是那時候他做的時候，我就有一起去幫忙做茶，而且我還有得獎哎。哈？我有得茶葉東方美人茶比賽的獎。你得獎？得獎。你自己做茶？沒有共下做茶。剛好你多歲？國中。你還得獎哦？得獎，還有跟縣長拍照。剛有想過哦，我會做茶，剛喊你擺入來做茶好誒。沒，我動唔好去。就我很不喜歡去那個茶工廠，很熱又很多蚊子。不喜歡。不喜歡。剛我會做到得獎咯。就是做什麼要像什麼。
你剛他原來要求這個啊？對對對。啊，還爸爸要求唔可以去聽書。沒，我就是想說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就可能想說一起去看一看。沒想到就是幫忙打雜的，突然間就開始做茶，然後揉捻啊那些，而且東方美人茶很多工序，對，跟一般的茶葉做法不一樣。你這種還你自己獨立做茶這種哦？沒有，做茶不會獨立完成，那一定要採茶姑娘先幫你採茶葉，採完那個再倒到那個有一個盤子裡，我現在都忘記那個專有名詞了。然後我們要攏茶，然後要炒茶，那都要好多人一起做，因為那個還要發酵，然後要蓋起來，然後曬開來，蓋起來曬開來，很多工序。我發現東方美人茶為什麼會這麼貴，它是有原因的，因為它做法跟一般的綠茶或是紅茶那種完全不一樣，很多特別的工序。不過這種都是你剛它底應用來做出你覺得 OK 的茶。對，以前就知道說，像東方美人茶有一個獨特的，你有喝過嗎？它有一個那個一心二葉嘛，它那個中間的那個白心啊，一定要小綠葉蟬咬過，它才會有那個白心。所以你就看到那茶葉做好越多白色的，就是頭等獎的茶葉。對。結果沒做也好。剛剛是叫我創業的時間，雖然經費很唔起解，投資股票，跟爸爸媽媽嘛個反應。他說：“他家妹打鼓走的動飯選嗎？打鼓可以當飯吃嗎？這樣，就沒有都不支持。因為你剛好能太好一年生呢，如果創業的呢，對，一年級。剛太好有拖鞋哈，大學有讀完，還有拖鞋，有讀完。好，阿姨人都因為要運用大學的人脈，對，我們講給沙團，對，的社團有一個木香谷社團，爸爸媽媽對啊，很合理嘛，就會想說，大姑穿的都塞嘛哈，就講難聽一點，就是可以當飯吃嘛。而且客家人又比較保守嘛，就會習慣做那種較安全的。剛有家庭革命哈？有哦，非常革命。黑馬個請，就他們會一直介紹我新的工作，然後我就要一直拒絕。會熊吵哈？會。我的個性比較不會，就頂多可能就是不要出現在他們面前這樣啊，還有，但是比較不會硬碰硬的吵架。該要10年哦，這10年有爸爸媽媽後來都嘛個時間，你剛剛比較接受還可以。其實我覺得沒有他們一直都覺得我可能很辛苦，可能很壓力很大。像我媽媽到現在，她也不知道我的店在哪裡。對，他不知道我的店在哪個位置。你的某一個就是對，沒有。我說那個我店裡在哪裡？可不可以幫我拿什麼東西過來？他說我不知道在哪，可不可以約前面的寶雅？對，真的啊。他上次就跟我約在我們那條路上的前面的寶雅。你的莫好奇，我想要去看一下。我外婆都還知道，她不知道。Auntie 剛能有因為這樣關係變得不好嗎？也沒有。亞某，Auntie 阿姨那邊唔定在做嘛嘅，其實不太了解。就是他知道我是做木香，但是不知道具體我做了些什麼。也包含我得了什麼獎，他也覺得那有什麼嗎？是不是靠關係這樣？剛唔表演也能看過啊？沒看過表演，可能看影片有看過。他就有時候滑 YouTube 會看到我的影片，他說：“你好像蠻紅的哦。”有時候滑會滑到。我說：“對，就是有在做網絡上的教學。”他說：“哦，那箱子有人要學哦。”這樣。對。那你自己心情是怎麼樣？你會很失落嗎？也不會。沒有。就外面比較有成就感嘛。家裡通常都是最讓你沒有成就感的地方啊，是不是？您的父母親會以你為榮嗎？好像有啦。好像有。我也是旁邊聽到。
他不會在我面前說。對呀、啊，在你面前一定會說你，哎呀，你要不要怎樣，要不要怎樣。不過伊他爸會愛糖迄度，伊又講啊，伊私創的我有人講啊，安尼啊，爸爸媽媽冇吞安尼講，有沒有？就是說用轉述的方式。對，好像是他們的朋友會講說，你爸媽都很以你為榮嘞。但是我本人卻沒有感覺到。像我現在很放心的講，也是他們一定不會看那個節目。哦，你這個也不會傳樣片不一難，就是他們自己不小心看到。就像前陣子那個王世賢分享我的影片，因為我打他的歌嘛，然後我就跟他們講，他們就說哦，然後呢這樣，就覺得沒什麼。不過唔頭講，當29歲還安後生。其實還大有可為呢，哈。沒有，已經29了，已經很老了。就你知道我幾歲嗎？你現在說你看起來，我目測35。哦，非常剛強。你想講，你會做多嘛個長途嗎？你應該會一直做下去嗎？還是因為你才29歲，應該是會轉紅？其實也早，也還很早，你還用得上。其實我覺得一開始會選擇做品牌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把這個當做一生的職業，就是 Mr. One 這個名字，我叫王萬怡嘛，翁萬怡，王也是一，萬也是一，怡也是一，所以就 Mr. One，所以大家都叫我萬先生嘛，就是我覺得在台灣吧，可能我就是要用這個名字一直下去啊，不然不會取這個名字，而且我覺得事情做一半。又換別的工作很漏氣耶，我比較習慣堅持做到一個成績。一點都有硬強，對，有硬強有感覺，對，就會堅持下去。堅持下去。所以你最想放棄的時期應該過了。我覺得過了這個10年里程碑，好像有點沒有這麼想放棄。今年是我創業第10年。係啊。他做風沙下了，我有韓國好嘅成績。對，就希望越來越好。感謝萬怡今天分享安神奇嘅故事，非常感謝。感謝。剛等下會帶一串。新夢你，新夢你，新夢你。安子誰？安子誰？